开始有一个大来宾的时间。哎，对，这个大来宾哦，我觉得现在把他称呼成红人榜的传奇，宝座候选人都没有当过哦。这样子哦。对哦，可是他却是现在人气最旺、各大商演争相邀请的巨星，而且带来他的新专辑，以发片歌手的身份回娘家。掌声欢迎全球巨星陈梦贤，欢迎梦贤。好，瞬间就变成举牌小姐了。Round One， 这是你的第一张专辑 Round One。对嘛？你这样我们比较习惯。我想说，你怎么可能会乖乖的走出来？当然咯，出来的变身来，好好介绍一下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回来咯。我是陈梦贤，我找阮囝来啊。你看，终于生出来了。终于生出来了。对呀，哈，这张专辑是他真正自己全部按照他个人的非常对音乐、对他的表演事业的一个算是一个里程碑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来红人榜10几年了，然后每次来都是看学长姐在发片、在宣传，我就觉得哇，好羡慕哦。什么时候有一天我也是可以有一张我自己的专辑，可以唱我自己的歌，所以这个梦想就由今年我自己来完成。太棒了！然后新专辑对吧？新专辑，对。喜欢哪首听到？哦，今晚已经8月21已经线上已经全部都上线了。然后这张呢，大家可以听到我很多你们想象中的陈梦贤那个很搞怪。做晓的造型多变，做笑的，嘛像我今仔安尼较正经、较抒情、较有气质，人个生了引导的迄种风格，拢有安尼。是哦。回来红人榜，我就觉得好感动。尤其从我今天早上一到三立的门口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开始回想到那个10几年前，从小琉球坐船，然后坐车来到那个三立的大门口，然后就觉得这个门好像要进去好难，然后好不容易让我哭过去嘛，终于以发片的歌手的身份回来，就觉得好感动。尤其看到美人姐、豪哥唱宪歌，还有所有我们的评审老师，然后还有电视台所有的制作人伙伴们，一路栽培我，然后让我被看见、被听见。所以呢，陈梦贤就是来自超级红人榜的选手。就是这个啊，其实讲的蛮感动的啊，可是刚好有一点时空错置的感觉。怎么说？他是20关过了再发表感谢吗？也没有，他也没刚好没这个机会。然后他刚刚又把他的歌呢，他的讲话里面把他的歌名又砍在里面，哭加故，滴哩哭啊！这是我的首播主打歌哦，哭了别开，就是不管每个人的人生，不管是你的事业、爱情，还是所有的事，只要你哭的累。连刚背起来时，一定会愈背愈悬。就像咧陈梦贤同款，虽然我无过20关，但是我就一直哭伫红人榜遮，我都唔甘放，我得哭，一直哭，我得哭到今嘛安尼。对啊，真正哈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哈。你敢开家己的演唱会？演唱会哦，对啊，个人的。我还没想过，你专辑拢已经出来啊？你嘛现在今嘛开始想啊？是安尼啊？对啊，不要怕。勇敢的去梦想，好，梦想从来都不会逃走，逃走的都是我们自己。不会，放心，我不会怕，因为其实像我这几年会积极的想说做一张专辑，或者是要比如说可以开一场演唱会，其实都是来自粉丝的鼓励跟动力。是，这几年一直找我场很多粉丝跟着，然后每次唱都会现在减一个啊，然后那天还没来啊。然后很多都是已经走了，去当天使的，或者是有的是已经生病，他也没办法出门了。那他们的愿望就是很希望可以听到我的自己的歌、自己的专辑，或者是有一天可以看到我的演唱会。所以他们都是我的动力，我也会很快的完成他们的梦想。今天要带来的是《苦乐被开》，欢迎陈梦贤。你问我人的一生机会有几摆？你就爱苦乐被开，苦乐被开。你
问我心内的苦，谁会当了解？你就爱苦乐悲开，苦乐搁悲开。人生的路途有时坎坷，有时爽。人生的运命，别管落甲悠哉人。不知你的脚骨敢有勇行，不知你敢有我心像遐尼溜。苦乐悲开，苦乐搁悲开。超灵活，你苦乐悲开，苦乐悲开。超灵活，你苦乐悲开，苦乐悲开。超灵活，咱会苦乐悲开，苦乐悲开。超灵活。咱会苦乐悲开，苦乐悲开悲开。你想要健康快乐，你想要全身爽爽，不管你偌多岁数，不管你是查某又查某，你想要健康快乐，你想要全身爽爽，若想要超灵活，大家拢爱来运动。苦乐搁悲开。人生的路途有时坎坷，有时爽。人生的运命，别管落行悠哉人。不知你的脚骨敢有勇行，不知你敢有我心像遐尼溜亮。苦乐悲开，苦乐搁悲开。超灵活，你苦乐悲开，苦乐悲开。超灵活，你苦乐悲开，苦乐悲开。超灵活，咱会苦乐悲开，苦乐悲开。超灵活，咱会苦乐悲开，苦乐悲开悲开。超灵活。